立法院审议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，决定这志愿役无论官的大小，未来一个月加级是会当领到3万块，明年元旦就会开始来实施。因为这义务役的部分呢，这待遇也规定袂当比上届的工资要搁较低。也毋过，行政院长邓英台是表示讲，这个修正草案呢是无合有算法的规定，所以会提出纠正。 今次后备里是礼拜进行14天的教育调集，配合政府为第一台北棒球中心在内湖地区做训练，包括战斗教练快反射击正常救护，要强化后备军人的认真效能。 为了要提升国军的待遇和增加因老赢的意愿，立法院7月3日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，新增加志愿役的加给，逐个月3万，以日定兵做例起薪是3万6，经过4月调整和即摆修法了后，变做5万6。嘛新增加战斗部队的加给，提升加入国军的意愿，对115年1月7日施行。另外3组条文嘛新增加义务役的薪资，袂当比上届工资28590搁较低。修正通过。 大多数的这个军人都是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党版。如果是分不同的阶层，然后呢加薪的幅度没有调整好的话，会影响到这个基层的士兵，他就不愿意升官了，因为他越升官，他的薪水会越少。针对这款役加级修法，那边是无共调，民众党团版本反对齐头式的加薪，主张应该分级来加级，表决规定投弃权。国民党团落尾是因有小可人数的优势来通过提案。 人员维持费在我们整体国防预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，我们要提升志愿役的待遇，而且把它法制化，给予层级化的加薪数额。现在刘导言台批评军人加薪修法是违背预算法的规定和宪法的精神，因绝对提出纠正。预算法91条明文的写到，地法院用法律案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税出的时候。 一定要跟行政院来争取。杜英台强调，最近只要讲到总预算，一寡立委就会见效等受气，但这拢无帮助，嘛，伊个绝对会照宪政精神来提出纠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